全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，讲到后面荷兰政府甲其他的私人企业，因是做伙投资打造时速会当冲到700公里的欧洲超级高铁，伫荷兰已经测试成功啊！因也打算伫咧2030年开始载人客甲载货，而且也继续伫咧研发这时速会当来到1000公里的超级高铁，希望2050年的时阵会当开始走。欧洲上长的超级高铁时速上悬，会当来到700公里。测试的时阵是以30公里的速度，沿荷兰的北部，伫34个互相连接，大概直径是2.5公尺，总长420公尺的架压，而且真空的滚滚轨道内面完成。成功的迄个时阵，各工作人员拢通加。事实上，后面荷兰和其他的私人企业，早就伫2017年就有建立欧洲超级高铁的想法，因大量投资伫基础建设和研发的部分，计划伫2030年，欧洲就有第一条用来运送乘客和货物用的超级高铁，而且希望在2050年会当打造时速1000公里的超级高铁。若是以即马台湾的高铁上悬的时速是350公里来讲，即马台北到高雄是需要96分钟。若讲时速变做1000公里，等于是近3倍。若是安尼，台北到高雄就干那需要半点钟尔。We are ready for passenger operations by 2030. That has been a roadmap for a long time, and that is still our roadmap today. We are on track. 事实上，会有超级高铁这种概念，是在2013年科技工人马斯克第一摆提出的。马斯克设想的超级高铁是要含轨道去下到初步的状态，另外嘛是自动驾驶汽车的傍空。马斯克的超级高铁上紧会当以每点钟1223公里的速度，甲乘客载去另外一个城市。亲像是美国的洛杉矶到旧金山，长645公里的路程，赛车要开6点钟，要甲伊缩短到45分钟。而且一座超级高铁的票价是免$100，差不多台票3220块。但是路尾所因为要改善美国传统基础设施的成本实在伤悬啊，结果失败。马斯克的对手威登航空的创办人布兰森嘛，伫2020年投入开发，而且捌伫咧发达州来测试，但是大条钱开落啊嘛无明显进展，所以来只好大量裁员，而且2023年甲相关公司拢卖掉，后壁嘛无法度营运，落尾嘛只好关起来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